南市东区一间便利超商，讲员工乌白母，甲这个客户的包裹暂害，佮甲这包裹等落马桶，佮来告着热。甲这个过程影片传去伫公司的群组，主管看到了后，无阻止、无打紧，佮甲这个店员来赞声。消保官讲，这种的行为已经卡到刑法。 建议民众咧领货时阵，若看到包裹有明显防破坏的痕迹，应该爱专程来录影，这会当来追究相关的责任。店员向这个包裹，甲脱一了后，佮甲打落去，甚至等入马桶。好。店员将影片铺上群组，主管看到了后，佮甲讲：“你稍等下去甲旋揉。”佮讲包裹爱打。 另外有人讲外观看起来，敢若物流地着的，敢若是要偌物流。影片公开了后，引起众怒。这是信任你，所以东西寄到你那边去，而你做这种行为，店员真的太夸张了，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包裹里面说不定会装一些很贵重的东西。如果他那么爱马桶的话，我建议他可以拿马桶水起来帮自己洗澡洗脸，会比较快。 被指控的超商，就是台南东区这间便利商店，店内阁有真济包裹等民众来领。讲5月2日，超商的店员趁店内无人，调工破坏包裹，阁传到内部的群组。那我们觉得非常的抱歉，那也针对该事件的员工进行了惩处，可以拒领，并且立即通知寄件人处理。已经领件的话，建议在打开包裹的时候，应该全程录影。 消保官表示，讲店员的这款行为已经同时犯着刑法甲民法，千万唔通因为一时情绪失控来犯罪。像有人寄包裹，互人安尼咧糟蹋，大家看到拢会生气。毕竟若是买物件是重要的物件，若是歹去，又阁是爱要求赔偿，还是爱退回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